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，这届选总统摕到552万票，会当领到补助款1亿6000多万。结果网络顶个开始出现着图片咧甲惊退咯。讲韩国瑜虽然选输，有缘是一个亿万的富翁。韩国瑜今仔日亲身来回应，讲一家人伊拢未摕，照规定是推荐伊参选的国民党收这条钱。我跟张院长向大家深深的一鞠躬。韩国瑜败选正式回归高雄市长身份，不过摕到552万票，正规定每票补贴30块，上少会当摕到1亿6000万的补助款。网络上开始出现各种图，满满的钱拢进入韩国瑜内底啊。不过竞选总部办公室马上澄清，总统选举补助款会由国民党来领取，并不是韩国瑜本人。除了面切发文一套早，市府行政嘛亲自回应。补助款有确定要捐出去吗？什么补助款？就是选举的补助款。所有的补助款通通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，个人不能领啊。个人不能领，大家了解吗？因为是政党推荐的总统、副总统候选人，所以选举之后，所有得了选票的数字的补助，全部被国民党中央党部领走了。我们1块钱都没有啊，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普文强调，就算国民党将这笔钱予伊，嘛会全部捐出去，而且公布各项明细。不过，选落韩国瑜，即马面对质疑，处处拢是谨慎回应，改掉过去呛声的风格。